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我是主持人次仁。由于中共当局长期以来呢，在全国各地贯彻执行唯有党的思想和教导为正确的政治原则，因此绝大多数的中国民众对西藏的历史和现状也基本上是在党的教育下形成的。几十年来，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旧西藏是封建农奴制，在党的光辉下，百万农奴当家作主等等，成为中共政府一贯用来树立中国人民对西藏的意识形态。因此，绝大多数的中国民众对西藏境内的真实处境和对西藏的自由斗争事业是一无了解的。对此呢，在我们今天的专访节目中呢，本台就特别邀请到了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也就是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前任董事长达瓦才仁，同我们探讨自中国共产党以和平解放西藏为借口，全面占领雪域西藏后，西藏境内外藏人民众们的生活处境。上百位藏人同胞以采取自焚方式，向中共当局表达内心的真实诉求。达赖喇嘛尊者卸下甘丹颇章政权，让民选领导四镇洛桑桑格带领流亡藏人民众，以非暴力中间道路政策，寻求在中国的宪法框架下实行名副其实的自治权等情况。向那些因为受到中国官方的洗脑政策而误导西藏运动政治取向的广大中国民众，澄清事实，还原真相。希望欢迎广大中国民众及华人朋友们的收听收看。非常感谢达瓦才仁能够在百忙之中抽空时间接受本台的采访，谢谢。哪里？首先呢，我想请达瓦才仁就是同我们分享一下，您就是从2008年的5月份开始担任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处代表的，在这6年的相关工作情况是怎样的呢？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的代表在台湾注册是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那么我们的工作当然一个是跟台湾的政府或相关部门就一些业务啊，或者是一些交往，一些接触啊，或者说在这些方面的一个工作，这个工作是日常的。除了这个以外，我们在台湾，最主要的我们的一个工作重点是一个是佛教徒，因为台湾有400多万佛教徒，其中大概至少有10几万的藏传佛教徒，这些藏传佛教徒对流亡社会的藏传佛教的存在，以及藏传佛教在中文世界的普及，都有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桥梁或者说推动的作用。那这些方面的工作是我们基金会日常的工作最重要的工作之一。第二个是在台湾还有几百位的藏人，那么这些藏人的照顾这些藏人，以及帮助他们解决运行问题，或者组织他们展开一些活动，类似这些的跟藏人有关的业务，也是基金会日常的工作。当然，另外再有一个就是支持西藏的团体。那么支持西藏的团体在台湾也有很多，比如说有些支持西藏独立，有些支持西藏自觉，而有些是支持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等等。那么所有这些对口，我们都要跟他们接触，因为流亡政府是对任何的主张，我们都是都有他们的自由，但是我们在接触的时候都是一视同仁的接触，所以我们的业务基本上是这些。那么另外我们也会在因为台湾是中文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窗口，所以我们在台湾也有一个叫雪域出版社，然后我们也会出版一些刊物，然后我们也会接受一些媒体采访等等，就是说我们在那面的主要的业务是代表达赖喇嘛尊者，代表藏人行政中央，代表西藏民族，向华人世界介绍西藏问题，寻求他们的同情，寻求他们的支持，以及寻求他们的认同。大概的工作是这样。那么当地的台湾民众，特别是年轻一代，您认为现在这些台湾境内的年轻一代对这个西藏问题的关注程度，目前处在一个怎样的阶段呢？应该说，在年轻人中，对台湾的年轻人中对西藏的关注应该是越来越多。因为我们在台湾经常会举办一些比如说西藏电影节啊，或者是研讨会啊，或者说3月10日的游行等等的一些活动。或一些集会中，参加的人，如果说3、4年前
还是中年人和老年人比较多的话，那么在过去的3、4年里，年轻人占绝大多数，而且他们对西藏问题的关注的范围都很广，它不仅仅是政治，还包括历史、宗教，特别是对西藏的文化，他们都表现出非常强的兴趣，而且这种兴趣或那些并不是说是好像受到媒体的简单的报道，而是对西藏大体上都有一些很深的了解，所以他们对西藏的关注，特别是今年的3月10日也好，或者去年3月10日的游行的队伍，大部分都是平常我们没见过的年轻人，对，然后参加研讨会，对，所以说年轻人对西藏的关注，而且不管是它的数量、广度、深度，都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未来也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那么就像您刚才之前所说的，目前在台湾境内有几百个藏人流亡，也就是流亡藏人。那么请问，这些流亡藏人还有部分的台藏家庭，他们的目前的生活状况是处在怎样的？流亡藏人他其实分好几个，有一些是历史上被门藏委员会以藏人血统的身份带到台湾去的。那这些人已经基本上被同化，他们基本上跟藏人的社会或那些没有什么接触，他们已经完全融入到台湾社会，变成一个台湾人的一部分。那么其他的一些藏人，就是在流亡社会接受教育，然后到台湾去定居的藏人，大概有100多，或者说更多。那么这些藏人他们的状况是，大部分都是从事比较简单的一些体力劳动的比较多，然后是经商啊或那些，也有好几个一些成功的商人。总体来说，他们的状况还算不错。另外，他们在参加一些弘法活动啊，或者是一些西藏议题方面，总体的表现，按他的人口、按他的人数和他们的活动比例那些来说，我们发现好像比欧美啊或者那些地方都要好，都要表现都比较好。那么那些台藏家庭是目前大概有20几户人家，他们都是大部分都是台湾女孩子和西藏男孩之间的婚姻，但是也有一些台湾男的和西藏女孩子之间的接触那个婚姻。那么这些婚姻在此之前有很大的问题，问题是台湾的法律里面对于因为台湾法律外交和这个婚姻这些都是挂钩的，所以他把那些友好的国家、不太友好的国家或不友好的国家跟这些人通婚，他们需要办理证明的时间都不一样。所以说外交部或法院里面对所有的国家，每一个国家它都有列，所以在法律里面它没有规定对无国籍者跟台湾人的通婚要怎么处理。所以在过去的10几年里面，很多台藏的通婚的家庭都面临很大的问题。他们因为无法可依，所以台湾政府一直不给他们批。其他的任何国家，你只要等个5、6年，家庭就可以团聚，但是藏人好像永远没办法团聚。但是这个问题在2年前，台湾有一个台湾家庭，男的叫伦珠，他的太太和他们2个做一些抗争，他们就是刚开始完全是他们2个。那么我们的基金会当然藏人福利协会我们会提供协助，但是主要是他们2口子在那抗争。抗争的过程中就得到了台湾社会很大的关注和支持，包括立法委员也好，或者是一些社会团体，以及其他藏人福利类似这些团体的共同的努力，特别最主要还是他们夫妻。最后台湾政府通过了台藏家庭联姻就是婚姻的话，大概要等个2年3年，然后就可以办理台湾的居留手续等等的这些相关手续。所以说现在基本上都解决了台藏的婚姻。这是过去很难办到的，而且认为是一个法律上障碍很难克服的东西。通过他们几个人的努力就解决了。好，那么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这些台藏家庭是不是比那些其他的藏人同胞会更多的关注西藏议题呢？不一定。因为台藏家庭很多他纯粹是一个男欢女儿，他们就相爱。如果要看了那个南方或者西藏人的那一方，他是不是让他的另一半，或者说他本身对西藏对西藏民族有没有使命感，
有没有一种这样一种情感，而这种情感和使命感是不是影响到另一半？那么有些台藏的家庭影响到另一半，他们都会表现出他们是半个西藏人，要为西藏的事业要做一种努力的这样一个使命感。但是有些表现的就不是这样，比较强硬那种，比较强硬，或者说应该说是男方融入到女方的世界，这样的也有一些。所以说不全然是都有西藏的事业会做出一些努力的人。谢谢。那据我所知啊，就是目前居住在英国的少江博士等部分华人认为，在中国这个专制集权下，西藏要寻求这个名副其实的自治权是不可能的。对此呢，我想请问您对此的观点是如何的呢？因为在中国的专制下是这样，在专制制度下，一方面是这样，一方面你也可以看，在很多民主的国家。很多的民族他也得不到自治的权利，因为民主的时候，它也可以变成是一个多数人的暴政，而且我们也可以看，中国有很多支持民主运动的人，他们对西藏问题也是不愿意去表态，所以说，民主制度、投票或这些制度就肯定会必然地解决西藏问题，并不是这样，在专制制度或这些制度下，或者是在俄罗斯的制度或那些地方。它的民族制度、民族自治其实有一定的程度。比如说，在古代的君王的时代，他对自己的统治下的帝国统治下的很多的领域，他还是给予你自治的权利。所以说，这个其实一个文化和度量或这些的问题，它并不尽然是专制下就一定不会有自治，因为很多封建的国家，它对封建的地方，或者说一些邦国，或者一些藩属，或者类似这些。它会有很多分类，他们都会给你一些自治的权利，特别是在中国的制度下，如果习近平真的按照他的愿望推动以宪治国、以宪法治国的话，那宪法里面对于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或它的那些内容都有非常详细的规定。所以说，现在的一党专制或者是中国政府的统治下的问题，并不是法律的制度或那些手续不全。而是中国政府是不是执行，是不是兑现宪法所做出的承诺的问题。所以在这个方面，如果中国政府要兑现宪法的话，同它的专制制度其实没有根本的冲突，因为这并不需要改变它的专制制度，它只要按照宪法去推行就可以了。所以我认为并不尽然。是的，谢谢。对此呢，我还想请问，就是旅居美国的中国学者严家启先生，他之前也在日内瓦召开的藏汉研讨会上发表讲话时，他有指出，解决西藏问题呢，有远期目标和近期目标。他认为西藏问题的远期目标是在联邦制下实行高度自治，近期目标呢，则是让达赖喇嘛尊者和所有的流亡藏人自由返回西藏，就像目前的台湾民众可以在中国大陆旅行、定居一样。请问您对严家启先生的这一解决西藏问题的远近目标有何看待呢？远期目标也好，近期目标都是我们所欢迎的。当然，我们现在是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框架范围内寻求自治，名副其实的民族区域自治。未来如果中国实现联邦化，那当然是更好。这样的联邦制度下，更能够保障各民族的权利、各民族的利益、各民族的这样的一个民族特色也好、民族身份这些方面的保护，更是比现在更强。那当然，我们是非常的欢迎，我们希望这样的远期的目标能够早日实现。那么在近期目标来说，让达赖喇嘛去返回，或者说让藏人自由地返回去，或者像现在台湾这样，这个其实在达赖喇嘛提出中间道路，或者说达赖喇嘛提出不寻求独立以后，在跟中国政府接触，过去曾经有过，在2008年之前。其实当然可能没有像现在的台湾这样的频繁和范围或广度、深度，可能没有到这个程度。但是那时候，境外藏人回西藏，境内藏人到境外去朝圣等等方面，那时候其实中国政府还是提供了一定的便利。但是08年以后就完全没有，不仅没有，而且连藏人连护照都拿不到。藏人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
去都要并像文革一样的要通过证明，甚至藏人进入拉萨，声称拉萨本来是西藏人的省城，但是西藏人进入自己的省城都被全世界的任何人都要难，全世界任何人进入拉萨都比西藏人进入省城要容易很多。这些毫无道理的非常不公正的这些政策的推行，是从08年以后更加的强化了。所以从这样的状态来讲，严家琪提出来的让境内外藏人自由的像台湾人这样，台湾和大陆这样来回去沟通的话，这个对真正的解决西藏问题，特别是对汉藏民族之间相互理解、相互认识，消除历史上的一些心中的一些隔阂，在这些方面都会有非常重要作用。它不仅仅是一种利益，它对双方都有利益，而且汉藏民族或者西藏和中国，它就是毗邻而居。我们没有办法把西藏搬到一个地方，中国也不会搬到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命中注定要祖祖辈辈、子子孙孙都要聚在一起的时候，相互之间的理解、相互之间的认知和这些非常重要。在这方面来说，它的意义甚至比联邦制还要大。当然，这样的政策的推动，要看中国政府有没有这样一个度量。中国的现在的统治者是不是对西藏民族有这样一个信心，或者说是信任的存在。在这些方面，我们看，其实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出中国政府对西藏民族还是有这样的一个自信或者信心的这样一个兆头。所以我们希望当然是早日能够实现，在这方面我们都是完全的支持。是的，那么以目前的局势来分析，您个人认为解决西藏问题的这个最好的途径是什么呢？西藏问题涉及到民族、宗教、历史、政治制度，以及历史上的很多的恩恩怨怨，它涉及的面很大，而且西藏的范围也是非常的广大。中国的领导人可能看到西藏这么大的范围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会有一种，我觉得他就会有解决这个问题，他就会有很大的一种心理上的障碍。在这些问题方面来讲，西藏问题的解决当然是我们很难找到一个说这个一定可以，这个方法一定可以达成，或者那个方法一定可以达成，其实都没有找到。如果这个世界任何的智者或者那些他找到一个这样的方式，问题可能解决了。到现在为止没有解决，是因为大家都没有找到，不管西藏，不管中国或者世界或者任何关系上，他们都没有找到解决西藏问题的一个共识，不是一个就是说这个路一定会可以达成的这样一个道路。所以在这样没找到的情况，西藏问题一直延续到现在。从现有的我们的所能找到的，或者我们能够想象到的解决西藏问题的途径中，我认为中间道路是最好的。中间道路的一直延续到现在。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呀，他对汉藏之间相互之间的交流接触，因为我们有很多接触，这种接触有时候是正面的，有时候负面，但是不管正面负面，彼此之间的了解，彼此之间的认知，通过这样一个了解和认知，大体的建立一些双方之间接触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彼此之间建立一定的信任，类似这一切通过中间道路，我们其实都做了相当多的有成果，或者说有一定的这样一个基础。这个基础上我们继续去努力，我们认为这个是最有可能最终能够解决西藏问题的途径。而其他的很多途径其实是零和游戏，就是说以实力决定或者这些的方面来看的话，我认为他们都不是一个解决西藏问题最好的这样一个途径。虽然不说完全不可能，但是我觉得最好的途径还是中间道路。中间道路，谢谢。那么我们都有看到，就是这个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他上任以来呢，就是积极的开展反腐运动。中国政府今年更是对广西、上海、浙江及河北等中国省份，还有对所谓的西藏自治区和青海省境内展开了常规的巡视工作，声称以权谋私、贪污贿赂等各种违纪违宪问题进行严格的监督和检查。请问就您看来，中共当局的这一巡视工作会对西藏会带来哪些影响呢？那要看了，因为你看，像巡视小组是，
中共中央直接派到各个省级部门的。那么去年派了2批，今年2批，今年的下半年的2批都是对，青海、四川、西藏自治区。那么我们可以看11月份有一些新闻，7月份他们来，9月份回去向习近平和中央报告，然后他们的巡视小组的组长又回到西藏自治区，然后见了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的时候，巡视小组向西藏自治区党委提出了西藏存在的很多问题，西藏的维稳啊，反腐的形势还严峻。OK， 这是老生常谈，就是说只要涉及西藏，一定会谈这个问题，它不是什么新的东西。那么接着他谈到了很多西藏，比如说干部的任用，因为我们以前很多都知道，在中国公务员或者官员的任用的时候，他都是要经过考试，但是只有在西藏，很多的武警啊、军队啊、服务员以后，其中有相当一部分都被变成官员，但是这些官员很多都其实跟西藏自治区的所谓的援藏干部也好，或者他们都是有关系的，他们都是对私人的对他，因为他又没有这样的一个学历，没有这样一个能力，但是通过这样的关系，以反分裂的名义，以加强反分裂力量的名义，把这些都塞到干部的体制。那这些方面，我觉得这次巡视小组提出很多问题，另外就是很多的那些财务啊等等提出很多问题，然后提出4条建议，4条建议里没有1条是跟政治有关的，但是每一次提出来的时候，陈全国一再的说这些藏人干部对达赖喇嘛听从的怎么，就是巡视小组的任务是清廉、整顿党风、反腐败，但是陈全国一再的谈反分裂，藏人干部对达赖喇嘛原听计从类似这些问题的时候，它其实是过去西藏的很多问题的一个延续。因为中国的很多的政策到了西藏以反分裂为名都不会执行。就像文革结束，从历史上来说，邓小平清理中国的3种人，全中国都清理了3种人，只有西藏没有清理。比如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很多的藏人官员，在那个镜头上恶狠狠的骂达赖喇嘛的，或者表现非常左的那些，他们其实都是在文革中造反起家的，他们并没有被清理，他们被认为是可以被利用的。同样的，后来的很多东西都没有执行，所以这一次巡视小组到西藏说，这次巡视小组反腐败在西藏没有任何特殊，不会有任何特殊，意思是这次反腐败西藏不能用反分裂来推三阻四。但是我们可以看11月2号、3号巡视小组讲话，11月4号陈全国讲话，一讲话就全部是反分裂的内容。不仅仅是这样，我们可以看在四川甘孜也好，那些地方巡视小组一讲啊，在甘孜和那些地方都是采取了反分裂，所以说反分裂变成了中共贪官他们以权谋私以及欺压良民以及违法乱纪的遮羞布。他们在西藏境内的任何行为，比如说就像我们刚刚谈到的，藏人去拉萨不允许，藏人去办护照不允许，藏人从一个县到另外一个县也不允许，类似这些很多在中国境内都是闻所未闻或者说匪夷所思的这些事情，在西藏境内、西藏自治区内大行其道，而且是公开的推行。这些政策是中央的吗？应该是地方的。但是这些违法乱纪以及在街上对藏人进行骚扰，建立很多的检查站，有意识地去骚扰西藏的僧侣，然后公开的宣称藏文教育没有意义，类似这些事情，它是不是中央的政策？就像巡视小组说，西藏自治区一定要跟中央保持一致，这个强调很多，就说明它不是保持一致。而这些政策违法乱纪以及武警开枪随意打死藏人，类似这样的事情都出现过很多次，但这些事情都以反分裂的需要、大局为重这样的方式去掩盖过去，变成了他们在西藏为非作歹、欺压藏人的这样一个手段，或者是挡箭牌。这个挡箭牌，这次巡视小组说，西藏在反腐败方面不会有任何的特殊，我们希望这个是真的。不要有任何的特殊，但是我们也可以看中国政府在巡视小组的讲话以后，第2天就雷厉风行的又推行反分裂什么境外的渗透藏人干部的争端，就是他还是在转移焦点。
他还是要用去践踏藏人干部的尊严和践踏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和这样的方式去躲避反分裂或者说廉政党争的建设，这些方面都在躲避。所以未来如果从过去的经验来讲，凡是中国政府任何的这样一些政策的推行，最后的受害者都是藏人的干部或者藏人的寺院或者藏人百姓，他们都会更加严酷的镇压来推行。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陈全国在谈到西藏的时候，他特别谈到境外的渗透破坏活动，类似他的意思是这些事情都有境外在渗透啊，或者有这样一个破坏活动，但西藏其实没有这样的事情，但是他一定要把它造出来。造出来的时候，我其实发现在四川他们的巡视小组走了以后，四川就甘孜开始反分裂。阿坝地方有一个教育部长竟然说藏语教育没有用，对，然后很多藏人的学生抗议，藏人学生抗议，这个可能他可能说不藏语教育没有意义的目的，可能就是希望藏人学生抗议，藏人学生抗议，他就可以把藏区的形势说得非常严峻，非常严峻，他就把反腐败啊什么东西都避过去。对，所以说他一直是用镇压藏人来躲避这些方式，这样的这些伎俩或者这些手段，这一次习近平能够认得清，然后真的能够就像那个巡视小组组长说的，西藏在反腐败方面没有任何的特殊性。如果能够做到，当然西藏未来也许会好一点，藏人干部或者藏人所遭受的压迫毫无章法的欺压，那些可能会有减少一些。但是如果还是把它作为特殊性，还是以大局着想，以这样的名义的话，那么最终的受害者仍然是藏人的干部、僧人和一般老百姓。那在这个巡视工作状况里面，引起大家关注的一点就是，中共巡视组呢对西藏青海省的巡视工作中所提出的，就是在执行党的政治纪律方面，有的党员干部政治意识不强，在反分裂斗争中违反纪律的事件仍有发生等情况。那么您对此是怎样看待的？它其实应该是，我们是理解是两方面。比如说，我们知道08年以后，藏人，你去住店，你去外出，甚至打电话，甚至藏人的高级官员的电话，所有的藏人干部都被窃听，以及西藏自治区让所有的藏人干部人人过关去表忠心，表示效忠中国，类似这些事情，它就是违反乱纪。那么您对达赖喇嘛尊者卸下政治权责后，让这个民选领袖斯真罗桑桑格带领流亡藏人以非暴力中间道路政策，寻求名副其实的自治情况，您是怎样看待的？或者说怎样？我认为这就是我们的既定政策，也是议会通过的。达赖喇嘛希望西藏民族能够自立、自强，而且希望能够学会用自己的方式，而不仅仅是依赖达赖喇嘛或者说领袖，而是人民靠自己的智慧、自己的才智，用自己的行为、用自己的选票，或者用这样的民主制度的方式来决定西藏民族的未来，决定西藏的事业。在这些方面，达赖喇嘛的高瞻远瞩，或者就像父母对自己孩子的训练或者是一样，但是到目前为止的10几年过去，西藏人或者说政府他们的运作或者这些方面都是表现的都是很让人欣慰的，而且未来我们也继续，而且也只能继续向着这个方向去迈进。我们相信未来西藏民族的自由事业或这些方面都会更加的成熟，会更加的稳健。当然我们在这中间会有很多的曲折挫折，或者说很多的争议或者很多的争论，但是在这样的争议曲折或者争论中，我们还是在前进，我们还是按照达赖喇嘛所既定的这样一个方向，我们还是会前进。我相信未来也是一样。谢谢。那么您对以目前的局势来分析，藏中之间展开新一轮的谈判的可能性有多大呢？这我认为其实从外部的环境，就像法律上，从法律上解决西藏问题，在中国的宪法上没有任何的障碍，是中国宪法规定的，而西藏人对此都表现了完全的接受，支持，所以就是完全的配合。所以说达
达赖喇嘛或者是藏人行政中央所提出的解决西藏问题的备忘录意见或者他的补充，它都是完全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框架下，所以在法律层面双方的诉求方面没有任何意义。中国的宪法非常明确规定藏人有这个权利，西藏人说 OK 这个权利对我们够了，所以在法律上好像没有任何障碍，但是问题一直没有办法解决，显然不是西藏的，也不是政策的层面，也不是国家主权独立统独的问题，只是中国政府中国的领导人对西藏有没有信心的问题。他如果对西藏没有信心，他不敢把权力把资源转让给西藏，他觉得只有我们汉人掌握才安全，对藏人没有自信没有信心的话，那么西藏问题的解决他就会找其他的各种各样的借口去往下拖延。如果中国政府或者中国领导真的如他所说的认为西藏也是中国的一部分，西藏人民也是中国人，也对西藏人民有信心的话，不忌讳把一些很正当的权利或权利移交给西藏民族的话，或者说不忌讳对藏人进行自治，放心，不会很担心因为藏人自治，然后未来藏人会不会这样，类似这些没有这样的很多担心，或者对藏人有信心的话，中间道路通过和谈解决西藏问题，我认为没有任何障碍。所以说我们现在可以说的是唯一的障碍其实中国领导人他们的胸襟他们的智慧，而这种胸襟和智慧的基础是他们对西藏民族有没有信心。那么以藏人行政中央的角度来分析啊，如果中方愿意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同藏人代表展开新一轮的谈判的话，那么双方之间对西藏问题达成共识的会有哪些呢？两个概念了，一个是接触谈判，谈判的目的如果是为了解决西藏问题的话，如果就像我刚刚谈的中国政府有实践宪法的诚意或解决西藏问题诚意的话，这种谈判很容易可以解决。如果双方之间的接触的目的，中国政府接触目的是为了接触而接触的话，那么这种接触只就是接触而已，最后总是会不了了之。所以我认为这里面没有达成哪些共识的问题，是中国政府执行不执行宪法的问题，或执行到多少的问题，多大内容的问题，而不是共识的问题。因为宪法对民族区域自治和那些的规定其实都有很详细，还有民族区域自治法都有很详细的内容，这些法律中国政府只要执行就 OK 了。所以说主要是看中国政府有没有解决西藏问题的诚意。如果他有诚意，按照宪法按照民族区域自治法让西藏民族享有真正的名副其实自治的话，辽安藏人这边藏人行政中央这边就没有任何问题。现在问题只是我们要求中国政府兑现他以宪法的高度做出的承诺，他以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这样一个法律的形式所做出的承诺，要求中国政府兑现这些。如果兑现了，其实就没有问题。所以如果未来有和谈，如果中国政府有诚意，我认为问题会很快解决。如果中国政府没有解决问题的诚意，那么这种谈判也就是为了谈判而谈判，那当然最后还是会不了了之。谢谢，再次感谢。好，今天非常感谢到我们能够邀请到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处代表达瓦才仁同我们探讨中国国内的民众对西藏问题的了解以及西藏境内的真实处境。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专访节目就到此结束，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在下期节目中再会。这是嘞。好，谢谢。